新年快樂！新一年新制服，下星期就 HK18啦，為大家介紹日本貓松我用嘅頭燈 MSI1。日本貓松呢個牌子咧，其實佢專長咧係做頭燈。呢個 MSI1咧就跟咗好多個比賽噶啦。1000流明嚟講咧，佢平衡係非常完美嘅，前燈後電只係172 gram 嘅。熊貓對燈要求極高，白燈黃燈非常適合香港大霧嘅天氣，黃燈穿透力係極高嘅。架仔設計咧真係冇死錯人嘅，雙 O-ring 防水設計，18650電，仲要貼心到咧教埋你點樣入電㗎。IPX4聽落唔高，架仔咧就好保守嘅。你睇下呢啲防水位好足夠㗎。5格嘅調校，80度嘅照射闊度，有150米嘅照射距離，1、2、3、4個檔位，1000流明7個半鐘，65流明53個鐘。除咗眼燈，盒入邊有3樣嘢：電芯、夾、叉電線、indicator， 插滿3個鐘就變綠色㗎啦。眼燈3400個 mAh啊！叉電線點解有個窿嘅？頭燈都可以變尿袋啊！比賽用 Mandegia 日流，神奇夾，望到個正方形啊！加咗落去就可以變胸燈或者變腰燈㗎啦。連貓松400流明嘅後備燈咧都可以扣翻落去嘅，呢個就可以插落去㗎啦。後邊我哋全新嘅日本 Corner 已經等緊大家啦，我全部都要晒。